總價咧只需要119.8萬就可以喺三鄉中心裏面雅居樂豪居買間1/4嘅別墅，上下咧總共有3層。呢間咧係港澳為主嘅度假屋，裝修保養咧係非常之新淨嘅。如果你唔介意嘅裝修咧，可以拎包入住嘅。睇下全百二空間係將近50個平方，而且咧種咗好多啲花花草草，果樹咧都係安排上嘅。入嚟睇下一樓目前個格局先啦，一樓目前咧係餐客廳一體嘅，可以做翻個改造空間。到時候將呢個洗手間、廚房位置打開個現成個大嘅餐廳位置嚟嘅。呢個客廳位置現時開間咧係3.5米嘅，到時候將呢棟牆都可以剝咗佢，現成個大嘅客廳空間。二樓咧就係2間房，一個衛生間嘅，呢一間大客房都可以擺放到頂嘅大衣櫃。隔離咧就我哋公共衛生間都係做咗乾濕分離嘅，所以隔離呢一間咧都做咗1.8米大床到頂大衣櫃都可以安排上嘅。而家我哋喺3樓露台望出嘅視野景觀咧係非常之開闊嘅，呢個露台面積咧都有將近15個平方，到時喺呢邊晾衫曬衫係非常之方便嘅。3樓一整層咧都係我哋嘅主人房套間，空間咧都係非常之舒服嘅。呢個空間將近20個平方，1.8米大床啦，旁邊咧可以做翻個衣帽間同埋洗手間空間。呢間單位咧總價咧119.8萬嘅，相當於洋房嘅價錢咧就可以買間別墅啦。如果想睇樓，記得揾小波子。